跟住嚟睇下，同福中路有間鋪頭，曾經帶俾街坊唔少甜美嘅回憶。不過佢就快要拆啦。珠科記者李奕欣報導。我而家喺同福中路呢度有一間騎樓即將要拆遷啦，而其中仲牽涉到一間老字號添。海珠區同福中路同埋寶崗路交界嘅呢一棟5門騎樓，即將喺今年3月被徵用拆除，而同佢一齊被拆嘅，仲有一種廣州人好熟悉嘅味道。五叔喺騎樓裏邊生活咗一世人，佢經營嘅呢一家甜品店，亦都已經有20年歷史啦。諗翻起當年開店嘅夢想，佢仲係好有感觸啊！我個人就比較中意食甜品嘅，我食過晒咁樣啊，啱啱自己有間嘢咪整間甜品。小店所融匯。味覺係一種好持久嘅記憶嚟嘅，你或者冇辦法用詞語去形容。